平時喺屋企打掃，最令人頭痛嘅一定係抹塵。唔知大家有冇試過？明明琴日先至辛辛苦苦將個櫃面、電視機、窗台抹得乾乾淨淨，點知過得2、3日，一睇佢，點解又落返一層厚厚嘅灰塵？真係抹到人都氣咳，好似永遠抹唔完咁。有一次，我同個喺5星級酒店做咗20幾30年嘅酒店總管朋友飲茶，我就同佢抱怨：到底你哋酒店嗰啲房、嗰啲大堂，每日咁多人流，點解可以時刻維持到個櫃面玻璃亮晶晶，一點灰塵都冇嘅？你哋係咪一日抹3、4次呢？點知佢聽完哈哈大笑，同我講：傻啦！如果靠人力一日抹幾次，酒店要請多幾多人手？其實我哋做酒店嘅個個都有個行業內公開嘅秘密小撇步，你平時只係用水去抹塵，根本就係做緊白工。你試下下次抹水嗰陣喺個水桶入面加1滴佢，我擔保你屋企個櫃面7日甚至10日都唔會沾灰，又慳力又慳錢。我當時聽完真係半信半疑，返到屋企即刻跟住佢教嘅方法試咗一次，點知一試真係不得了。之前要3日抹一次嘅電視櫃，居然過咗1個星期都仲係乾乾淨淨，用手指輕輕一摸，一點灰塵都冇。所以我今日決定一定要將呢個極度實用、完全唔使花大錢嘅酒店級防塵秘訣，毫無保留咁分享俾大家。喺教大家點樣調配呢水之前，我哋一定要先搞清楚點解平時我哋只係用清水抹塵，會越抹越多灰塵，而且好快又落返一層。原因其實好簡單，就係因為靜電。大家平時用乾布或者濕布抹過木櫃、塑膠表面或者家電嗰陣，毛巾同物件表面摩擦就會產生好強嘅靜電。靜電呢樣嘢簡直就係灰塵嘅強力磁石。空氣中漂浮緊無數嘅微細灰塵、皮膚屑、衣物纖維。只要你個櫃面有靜電，呢啲灰塵就會好似磁鐵吸鐵粉咁，被死咁吸附喺上面。你用清水抹，只係暫時將表面嘅灰塵清走，但抹完之後，物件表面嘅靜電依然存在，甚至因為摩擦而變得仲強。結果你抹完冇耐，空氣中嘅灰塵又被吸返落去。呢個就係點解你覺得自己每日抹塵都係做緊無用功嘅根本原因。咁酒店總管教嘅一滴佢到底係咩？其實咪就係我哋屋企廚房天天都用緊嘅洗潔精，或者係平時洗衫用嘅柔順劑。你可能會好好奇，洗潔精同柔順劑唔係用嚟洗碗同洗衫嘅咩？點解可以防塵？先講柔順劑，柔順劑入面含有大量嘅陽離子表面活性劑，呢種成分最主要嘅功能就係去除靜電。平時我哋洗衫加柔順劑係為咗防止衣物摩擦產生靜電同埋令衣物柔軟。當你將柔順劑稀釋喺水入面，拎嚟抹家具嗰陣，佢就會喺家具表面形成一層極薄嘅保護膜。呢層膜可以完全中和物件表面嘅靜電，冇咗靜電嘅吸力，空氣中嘅灰塵就算落到嚟，都只係輕輕漂浮喺上面，唔會死咁黏住。只要有風吹過，或者你稍微揮一揮，灰塵就會被吹走，自然就做到7日唔沾灰嘅神奇效果。如果屋企冇柔順劑，洗潔精一樣得。洗潔精入面同樣含有表面活性劑，可以降低水嘅表面張力，並且喺家具表面留下保護層，防止靜電積聚。而且洗潔精仲有一個額外嘅好處，就係可以順便溶解家具表面嘅微量油污，特別係客廳同廚房附近嘅櫃面。抹完之後仲會有一種閃閃發光嘅光澤感。講咗咁多原理，到底呢個神奇嘅防塵水要點樣配製呢？大家聽住啦，步驟非常簡單，成本連幾毛錢都唔使。首先，我哋準備一個小水桶或者一個噴壺，裝大概半盆溫水，溫度大概30-40度左右就最啱。溫水去污同溶化活性劑嘅效果會更好。跟住就係最關鍵嘅動作，加1滴佢。大家千萬唔好貪心，唔好以為加得越多越好。如果洗潔精或者柔順劑加得太多，水嘅濃度過高，抹完家具之後，個表面反而會黏塌塌，甚至會留下一條條白色嘅水痕，咁樣反而更容易黏灰塵。我哋只需要滴入1-2滴就足夠。真係1-2滴就夠，千萬唔好加多。加完洗潔精或者柔順劑之後，如果想防塵效果再上一層樓，酒店總管仲教咗我一個加分項，加半個飯碗量嘅白醋。白醋喺呢度有3大妙用：第一，佢可以殺菌消毒，去走家具上面嘅異味；第二，佢可以中和洗潔精嘅鹼性，保護木質家具同皮具唔會變質；第三，白醋揮發得好快，可以令家具表面更快乾爽，唔會留水印。將呢啲材料加落水入面之後，用手或者抹布輕輕攪拌均勻，一盤酒店大廚同清潔專家專用嘅神仙防塵水就搞掂啦。準備好防塵水之後，抹塵嘅工具同手法一樣，好有講究。工具方面，大家千萬唔好再用舊棉衫、舊毛巾或者紙巾嚟抹塵啦。
舊棉衫同紙巾喺抹嘅過程入面會不斷掉毛絮，而且紙巾太乾，摩擦力極大，抹完只會產生更多靜電同雜質。最完美嘅工具係超細纖維抹布，即係我哋平時講嘅微纖維抹布或者抹眼鏡嗰種質地嘅布。呢種布嘅纖維非常細緻，吸附力極強，可以輕鬆帶走微塵，又唔會刮花家具表面。抹嘅手法都有學問。第一步，先將超細纖維抹布浸入防塵水入面，然後一定要擰到極乾，令到毛巾唔會再滴出任何一滴水，呈半乾濕嘅狀態就最啱。因為過濕嘅毛巾抹喺木櫃或者家電上面，水分滯留太久會滲入木材，造成膨脹，或者令電子零件受潮。第二步，抹塵嘅時候要遵循由上至下、由內至外嘅順序，先抹最高嘅櫃頂、窗台，最後先抹低位嘅台面同地板，咁樣落嚟嘅灰塵先唔會污染到已經抹乾淨嘅地方。第三步，抹嘅動作要有方向性，最好係一字形或者 S 型單向咁抹。切忌拎住塊布喺個台面上面亂咁打圈，打圈抹只會將灰塵喺台面上均勻咁塗開，而單向抹可以將灰塵一次過推到邊緣清理走。當你用呢個方法抹完一片之後，你就會發現台面唔單止乾爽明亮，而且用手摸上去非常順滑，完全冇嗰種黏手或者摩擦嘅感覺。呢個時候，防止靜電嘅保護膜已經成功建立。未來嘅7到10日，你就可以徹底解放雙手，唔使再天天拎住塊布伺候啲家具啦。除咗抹台抹櫃之外，呢個方法仲可以用喺屋企好多唔同嘅地方，實用度簡直爆表。第一，電視機同計算機熒幕，大家知唔知屋企最容易吸塵嘅地方其實係電視機同計算機熒幕，因為呢啲電器運作嘅時候會產生高壓靜電，簡直係灰塵嘅集結地。平時用乾布抹電視，抹完一開電視，灰塵即刻又吸反上去。你用呢個防塵水將布擰到最乾，輕輕抹一遍熒幕同後背嘅散熱孔，電視熒幕可以保持至少1-2個星期，清澈無塵。第二，玻璃窗同鏡面，洗手間嘅鏡同客廳嘅玻璃窗最怕抹完有水痕同灰塵。用呢個加咗洗潔精同白醋嘅水抹玻璃，唔單止防塵，抹完玻璃仲會通透到好似冇玻璃一樣，連買玻璃清潔劑嘅錢都慳返。第三，皮梳化同皮椅，皮具最怕乾燥同靜電，用呢個方法輕抹皮梳化，柔順劑嘅滋潤成分仲可以起到養護皮革嘅作用，令皮梳化保持光澤，又唔會黏灰塵。第四，地板打掃。平時拖地，喺拖地水入面加幾滴柔順劑同白醋，拖完嘅地板唔單止走路唔會產生靜電，唔易黏頭髮，而且行落去仲有一股淡淡嘅清香，連拖地都變得輕鬆好多。其實生活入面好多看似煩人嘅家務小難題，往往都唔需要花大錢買好貴嘅化學清潔劑，只需要運用少少生活小智慧同物理原理，利用屋企現成嘅平價物品，就可以達到事半功倍嘅效果。酒店總管教嘅呢個水裏加一滴嘅方法，既安全無毒，又完全唔傷家具。一年落嚟，仲可以幫你慳返唔少買專用清潔劑同防塵噴霧嘅錢。最重要係幫大家慳返大量寶貴嘅打掃時間，可以留返啲時間好好休息，陪下家人或者睇下片。大家睇完呢個方法，今日返到屋企，不妨即刻試下配一盆防塵水，將屋企最容易落塵嘅電視櫃同窗台抹一片，自己親身驗證嚇7日唔沾灰嘅神奇效果。如果你試過覺得真係有用，記得分享俾身邊平時都好怕做家務、好怕抹塵嘅屋企人同朋友，等大家一齊輕鬆享受乾淨整潔嘅家居環境。大家如果有咩其他生活打掃嘅小妙招，或者試完之後有咩驚喜發現，都非常歡迎大家喺留言區交流分享。我哋下次再見啦！